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卫福部宣布，进前预防性落架19批药品已经检验合格，会当去上市，嘛拍算修法延迟，还是暗卡无通报，大概3000万。现至于针对食毒塞车修法要吊销驾照，不收车辆，那弄死人上当判12档，搁再犯判无期徒刑，在野党是提案要判死刑。台积电一个细单的护理，和中共的情报人员去收偷摕台积电的机密，佮小解高科技的人才，方求刑7档，今仔2审佮开羁押庭。来看中类药品有致癌成分的药品案，佮继续在传销。卫生福利部宣布，4月到6月预防性落架的产品有19批药品，佮有相关的产品检验拢合格，会当搁再上市。也毋过，这嘛引起外界的质疑。有地方政府嘛表示讲，暂时无考虑要安尼做。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今仔嘛起立欢迎报告，伊是强调讲，这19批药品是经过科学检验，证实讲无问题，所以才会当搁再上市。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早起针对问题有的原因流向，也个未来具体改进的措施，要求相关单位做专题报告。在野党发动2项临时提案，要求先公开进行调整苹果的农药标准，这依据是啥？也个问题油也未查明流向甲真相进程，未当互问题油重新上架。是毋是先处理临时提案是无共识，气氛阁有淡薄紧张。接落来是动用表决，若问题又按6月30市药署接到通报，甲当继续咧滚价，调野的立委拢要求爱追究责任。不能因为业者没有通报，就把地方政府应有的所有的主动监测跟第一线执法的责任一并推回中央。行政院长下台，总统出来道歉，这个是你们好久以前的标准，我现在都看不出来你们对自己的标准在哪里了。因为他说有适任跟不适任，他自然会处理。你觉得他会处理你吗？你告诉我你的答案。嘿，就是我不知道啊。讲到卫福部宣布，按4月到6月预防性落架产品有19批会使重新上架，引起疑虑。台北台中表态未重新上架，按那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回应，应该将真相补好清楚，才会使重新上架。针对这件代志，赵宗良强调，这是有科学的证据。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赵宗良伫备询的时阵，搁一再强调，这件代志是不少厂商第一时间暗砍水，互后壁要收尾实在是足困难。未来会全面提升食安的管理制度，依照法治的天数启动食安法的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长召6都的代表参加食安会议，来讨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修法，要来讨论源头管理、制定管理等修法的方向。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未来若拄到重大的食安事件，嘛拍算要成立中央指挥中心，延迟还是暗卡无通报，拍算要甲罚金提悬到3000万。中年油脂的问题又牵连真侪食品，引起民众的不安。卫福部嘛拍算要修食安法的强化管理。日行政院召6都代表同齐召开食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会议。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中央甲地方共同针对源头管理、制定管理，也佮有所谓地理中心、平台等等来讨论修法方向。陈时中嘛指出，尤其在食安法第7条有关监测计划风险规模分级讨论上济。风险的沟通、风险的评估跟风险的管控这方面，我们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在条文里面设计，或将来在执法里面设计一下规模大小，对于特殊有风险的、特别的规模或影响比较大的，可能会要求在自主管理上面更为的严格。那至于规模比较小的，可能基本上就订定一纲相关的一些规范，让大家来遵守。针对修法的方向，行政院20有提出10大重点，包括制定重大食安事件中央指挥机制，制定地方主管机关风险导向查核机制，强化业者通报责任和隐瞒也是不实通报的处罚。嘛，针对违规产品落架甲重新上架，提出清楚的管理原则。高雄市长建议成立食安委员会，和公正第三方来做风险评估。那台中市长是认为，应当先整合意见，提出内阁版本，再来和地方讨论，修法才会较周至。应该要成立食安委员会啊，不是汇报的形态啊。那有更多的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来做一些风险评估，来协调各部会。那做好准备，那也提供把这些这个新的方案，让我们回去做研究哈。
那大家才能够把这个法修得好、修得全。行政议会拍算第23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修法。卫福部长赵宗良拜日也表示，修法重点也包括未来拄到重大食安事件，拍算设立中央指挥中心，避免各县市标准无共造成困扰。若因地也是按刊物通报，拍算提悬罚金到3000万，避免像这款引起民众议论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发布部统计，最近2个月全国食毒塞车案件有4200多件，其中食依托米子送死分段的有981件，是比去年较侪。行政院嘛提出食毒塞车的修法草案，要来加重处罚，包括全面吊销驾照、没收车辆、食毒塞车弄死人判5档到12档的有期徒刑，10档内哦，搁再弄死人是当判无期徒刑。这案嘛已经送立法院审议，也毋过在野党嘛有提案讲食毒塞车会当判死刑。食毒驾驶的案件直直发生，已经是公共危机。行政院提出修法的草案送立法院审议，内容包含增订食毒驾驶，也是毋测食毒的人全面吊销驾照，3年内袂当考驾照，而且无论车主是虾米人，拢是甲车误入。若食毒驾驶致人重伤，也是死亡者，死一世人袂当考驾照。刑度的部分，食毒驾驶致死会当判5年到12年，10年内搁再犯致死会当判无期徒刑。那目前的这2个月内，全国的毒驾的件数是4272件，其中依托米子是981件。不过，调查认为，行政院办的食毒驾驶修法力头无够，无列死刑，因为安尼提出10外个修法的版本，要大大提悬食毒驾驶的刑事责任，取消原刑。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就提出，情节重大食毒驾驶致死的人，上当会当判死刑。黄茂信指出，食毒驾驶、食酒驾驶2个的犯罪情节甲恶性有关有争差，应该用无同的刑度，避免刑度重起平，引起立委的不满。指控行政院办无法度符合社会期待。第一次撞死人不适用最重责刑，第2次撞死人，法院依然没有死刑这个选项。市长，人民真的会接受像这样的标准吗？各位报告，如果毒驾它的主观有符合我们刑法上的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的话，它就是一个杀人罪。毒驾的应该要最高刑度，要么就应该往上加啊，对吧？委员，他吸毒是用低级毒品，他处5年以下6个月以上，它是一个 A 行为。对，吸完毒之后驾车，它是一个公共危险，是一个 B 行为。对，没错，是啊。所以 A 加 B 是要并罚的。无信息强调，食毒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因为食毒驾驶是造成公共危险。2个是采取真侪条罪名合并做违法。另外，针对食毒驾驶致死，若是符合杀人罪构成的要件，就会向杀人罪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针对中国南海的仲裁案，今年是满10周年，其中包括把太平岛在内南海诸岛看作是单岩、无专属的经济海域。咱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是强调讲，太平岛是岛屿，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咱国对南海议题一向拢有4点原则，望国会当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议。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仲裁案今年满10档啊，其中包含把太平岛在内南海侪岛屿看作是大石，袂当有专有的经济海域。对这件代志，外交部长林佳龙一致强调，太平岛是岛屿，而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太平岛当然是岛啊，它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土的一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来促进这个和平的解决争议，来共同的发展。南海议题，林佳龙就指出，咱台湾有4点原则，用务实的做法，把太平岛成做人道救援中心甲运补基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甲海洋权益。不过，最近大洋洲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单方面宣布把咱台湾的住处关起来，林佳龙就讲会继续甲巴纽政府交涉，嘛伫咧检讨台湾对巴纽天然气的采买。对于巴纽的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作为，我们掌握到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内阁有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会以2年的时间来进行对台湾跟巴纽关系的检讨。在巴纽方面是这个外交部长啊，他个人以突击的方式，他个人的利益。这事实上我们的了解，他们内阁啊，其实他们专业的外交官是有不同的意见。巴纽的天然气，我们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对巴纽的天然气采购啊，占台湾可能就是比例虽然不是到很高，但在巴纽输出是相当高，是将近1/3哈。那他们国家也都了解，所谓的要关闭台湾的这个代表处，其实是会伤害巴纽的利益。
另外，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几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了后，伫咧联合声明内底讲，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咱台湾外交部嘛强烈抗议、严正谴责，也让外界关心是毋是会影响到台湾甲泰国免签证的台具。林高亮回应，免签证的台具是以互惠对等原则来处理的。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仔审查能源管理法的修正草案，包括修法的重点是用电的大户也强制设家己有发电的设备、甲独能的设备。也毋过有立委是质疑讲，针对用电的大户标准无够清楚，安怎做嘛阁无详细的办法。经济部长金明兴嘛强调讲，已经会甲现实的状况考虑入去。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快速，阁有侪个 AI 资料中心进驻营运，甲规划扩建的计划。毋过供电压力的议题嘛对咧出现。经济部推动能源管理法修正，修法重点就是包含第10条，正定要求未来用电大户必须爱设置自用发电设备、独能设备，也就是用电大户条款2.0。5枚以上的大概现在有700多家了哈，那。但是我们是期待，就是说，它可以在表后里面自己有一些节电啊，或者是用电发电的这个能量跟能力的。好，这个期间多久？对，这都很重要啊。过去通常是5年啦。条约立委关注正义版的补法，针对用电大户规范无明确。经济部解说，目前是以客户用量5枚做基准。后续会和相关的厂商讨论是毋是调整，预计伫无法通过了后，半年内定主法，明确规范涵盖范围。后续嘛将会要求用电大户一步一步提升自用发电甲独电的比例。我们希望它达到储能跟自己发电的这个比例啊，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比例是比较低一点，那后续慢慢的给它一个过渡期，慢慢增加。我发电要有，节能也要有啊。不是它的比例。它是容许它有一个调整的空间呐，不是说一定就是50-50这样，不会。不过对于部分都市型的厂房也是老旧的工业区，可能受限土地空间无够，无法度设置相关的设备。经济部是解说，会保留阿所谓已经存在的现有厂房，将会讨论放领标准，和厂商有法度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国会昨通过禁止15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体的法案，对9月初1新学期开始，高中的校园嘛禁止使用智慧型的手机啊。法国真做是欧洲头一个对青少年实施全面社群媒体禁令的国家。法国参议院甲下议院国民议会拟通过15岁以下禁止使用社群媒体法案，同时甲学校智慧手机禁令对目前的小学、国中扩大到高中。181 pour 279 contre 81,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因应社群媒体对青少年身心负面影响愈来愈严重，离校社群媒体禁令一直是法国总统马克宏第2任期大力推动法案。法国国内有7成左右的民意支持，甚至连青少年族群也有6成支持立法。即马法案通过，法国也真做是欧洲头一个对青少年实施全面社群禁令的国家。Voilà le sens de votre vote aujourd'hui, rendre à nos enfants la jeunesse qui leur a été confisquée. Je vous remercie. 按照法案内容，对今年9月初1新学期开始，15岁以下囡仔禁止注册新的社群媒体口罩。2027年1月开始，社群平台来注销停用15岁以下现有的全部口罩。不过，专家认为这要做恐惊真困难。法国家长盖耶尔伊的查某囝，捌因为看抖音这社群媒体出现糟心有自伤的行为，断伊1年半。徛伫伊的立场是完全支持立法。Ils sont plus puissants que des États. Donc voilà. Donc on peut espérer que quelque chose bouge. 另外一方面 ，OpenAI 宣布要扩大 ChatGPT 家长通知的功能。未来若是青少年使用者因为违反暴力威胁、网络霸凌相关的政策受到停权，那完成口罩联动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就会收到通知，希望协助家庭介入，降低负面影响。这也是 OpenAI 继续加强未成年使用安全措施的一部分。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
世界各国拢在讨论讲，安怎来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支持的人是认为讲，社群平台过度使用会影响到囡仔的心理健康。反对者嘛认为讲，用年纪来限制使用，侵犯到言论的自由甲隐私哦。对政府来讲，敢应该管，佮应该安怎管？今仔解剖新闻，咱就请吴欣带咱来了解目前国际的趋势。是主播有研究显示，青少年用社群媒体用掉咧，伤害身心健康，也这是引起国际关注。澳洲的第一例来实施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也印尼、马来西亚是对澳洲做。巴西甲中国虽然讲是无直接禁止，不过巴西是有要求16岁以下这个口罩就要甲家长绑做伙。也中国有规定，青少年用手机啊，这个一天会使用偌久？也暗时10点到甲过顿工的这个早起6点会断网络。也法国是通过立法，15岁以下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也这是确定讲伫咧今年的9月初1会来实施。也通过立法特别实施的，佮有土耳其、希腊、斯洛维尼亚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佮有数十个国家伫咧讨论。主要是有2个方向，第一就是讲直接用年纪来去禁，像讲澳洲、像讲法国，那无就是严正年纪，必要的时封锁网络。也台湾就是想要做这，卫福部伫咧4月21日个修这个离校法草案第59条，写讲要来严正年纪来去分级，来限制这个内容，啥物会使看，啥物袂使看，甚至讲会使来封锁网络。不过这就引起质疑。第一，就是讲严正年纪会牵涉个人资料，个资敢有漏泄的风险。再来限制内容，甚至讲封锁网络，这规个心在机制敢有完善？敢会讲过度监控来侵犯言论的自由？即马这规个制度是也搁来讨论。目前咱台湾也是靠社群平台家己规范，像讲 Meta 就要求讲爱满13岁才会使申请高照。啊，这规个平台是禁止即个仇恨言论甲私密的影像。若是违规，会限制功能，也是讲甲口罩关起来。好，到底爱安怎做，才会使降低社群媒体危害来保护青少年？这是各国政府当咧面临的考验。以上就是今日解剖新闻，咱甲时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吴欣哦，国际新闻，咱个继续来关心美军哦，第2日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空袭，针对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的仓库甲海军作战的设施。美国总统川普是呛讲，伊要炸掉伊朗的地下核能设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要来争取增加870亿美金的预算。部长嘛甲民主党的议员你一句我一句，火气拢真大。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5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出席参议院听证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指出，准备向国会争取870亿美金的增额军事预算，其中670亿会开伫中东的战事，包含人员的薪水、装备的维修、弹药的补充等等。不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甲美国 CBS 电视台信息指出，实际经费甲加上防酸长的基地要重启，所以会比赫格塞斯所讲的加真济。根据外电的报道，自从2月底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因为伊朗反击来死亡的美军已经有10多人，加上直直抢quyền的支出，引发美国国会关心。议员指出，川普政府进前宣称已经把伊朗的军事能力压落底，不过防止海峡有关因为伊朗的威胁，不时出现真歹通行的状况。民主党的阵营指控川普政府爱为失败负责，和出席听证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真不满。I think your characterization of this incredible effort as a failure is reckless. And I think it's irresponsible. And I think it smears the sacrifice of the troops that are out there making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o ensure that Iran never gets a nuclear weapon. Shame on you and others who call this a quagmire and a failure. 换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彼得斯质询的时，甲赫格塞斯一句来一句去，两个人愈讲风气愈大。I heard failure. And the word heard. I heard exactly what you said. I will tell you how I use the word failure because I use the word failure to their leaders.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not the men and women who are on that front line. BBC 的分析指出，真侪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拢反对870亿美金的增额国防预算，共和党的阵营也有真侪意见。
就算川普政府会当掌握共和党的票源通过预算，已经收回众议院会当到9月才会重新开机，也就是讲川普政府上紧也爱9月以后才会当提到预算。越南战术方面，美军中央指挥部宣布第11天的空袭行动，目标包含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的机库、各海军的作战设施等等。美国总统川普阁呛讲，要甲伊朗的地下核能设施变甲乌有去。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宣布，替换军方的总司令瑟尔斯基换这34岁少将德拉帕蒂来接任，主要是因为泽连斯基甲正受到民间甲基层介意，推动无人机等新科技，这35岁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换掉，引起民众的抗议。所以泽连斯基甲老将军换掉，望讲会当来解决这争议。抗议的民众骑标语大声喊口号，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仔头发生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示威，原因就是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无长治去用解职。В принципі, за дуже довгий час війни з'явилася хоч якась надія, що це в якомусь майбутньому видимо може закінчитися. Якщо зараз Федорова прибрати, то ця надія знову зникає. 今仔35歲費德羅夫是科技建軍派代表，任內大力來推動無人機的軍隊，抑閣做數位化的改革。伊嘛批評做這創新措施，說是長期去予傳統派軍方高層全面來主動。І замість того, щоб придумати як асиметрично перемогти Росію, в чому задача главкома, він придумав, як розколоти країну, де ми сьогодні з вами знаходимося. 起予指控的就是即馬60歲軍方總司令新尼斯基，伊佇個羅西亞出事，佇個莫斯科接受蘇聯式的軍事訓練，所以伊佇無法度擺脫蘇聯式將領作風這款的標籤。因為伊無顧士兵的死活，態度攏打正硬，所以嘛一直去用批評。雖然講伊佇咧戰爭的初期，佇咧基輔的保衛戰是拍了真好，毋過伊是採取拖磨戰這款拍法，嘛引起大家不滿。若面對着這款代誌，總統澤連斯基嘛愛出手咯。Я визначив, що новим головнокомандувачем Зброй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и стане Михайло Драпа. 新任的總司令德拉帕蒂敢若43歲，是算是戰術正另外改革派少將，得到基層的信任。若費德羅夫嘛學到這項人事變動，講這是自由人民爭取正義的新希望。另外，澤連斯基嘛安排新的課予費德羅夫。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澤連斯基選擇快速來換將，雖然會使消透民眾的怨氣，毋過俄烏戰爭拍甲當關鍵，全新的團隊敢有法度徛會在趕緊來重振前線的士氣，國際攏咧關心。公司新聞4派選編譯。過來消息來看，台積電一個姓陳的婦女，被指控講是強諜，佮偷摕台積電的機密，消解高科技人才，協助對方發展半導體產業。佮檢視是以國安法甲營業秘密等罪來起訴，求刑7檔。這案今仔是一審開庭，決定講今個要繼續羈押。畫面上這穿白衫的查甫人，就是前台積電姓陳的婦女。個檢視調查，伊佇112年到113年時，和中共的情報工作人員丁小虎來吸收，消解咱國半導體人才去中國發展，個偷摕台積電21件製程技術的機密文件給對方，檢方甲伊起訴，下晡會閣來開羈押庭，看伊敢閣繼續愛放羈押。再來看台南站半暝哦，一對17歲未成年男女朋友要去岸邊看鐵盒。看日頭光，也毋過，這兩個人毋但無駕照，閣食酒騎車，去弄到路邊的樹仔，車閣着火。兩個人送病院搶救，也毋過攏救無回來。救護車到車禍現場，一個查甫少年仔和一個查某囡仔，兩個人攏倒咧塗骹，失去意識，警消人員趕緊甲因搶救。從衣服袖子剪開。車禍現場，烏多擺零件是弄甲脆，這後面的查某是直接弄甲飛出去，失去生命跡象。那騎機車的查甫是傷勢更加嚴重，伊的大腿甚至有炒火帶的痕跡。警方調查，這件事故就發生在2日半暝4點多。這對17歲無駕照也閣未成年的男女朋友，兩個起頭先去影控朋友因兜，後來去唱歌。4個人騎2台車，本正計劃透早通去安平關系平台看日出，無意外經過安平安北路和周邊一家一搭，家己去弄樹仔烏多擺就安尼着火。不明原因由內側偏移到外側車道，撞擊路樹後起火燃燒。
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 据了解，驾驶因为弄到胸坎，就安尼即火。那因女朋友是弄一头，头壳内出火，两个人拢救无回来。警方指出，死者毋但无驾照，病医抽血检验酒测超标。警方呼吁民众驶车尽量莫伤忝，嘛强调毋通食酒驶车骑车，避免悲剧搁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公平会当个审议 Grab 并购Foodpanda，全国外省产业工会今仔就去公平会定情，伊是认为讲两间公司若合并，这恐惊会高占市场。工会阁指出讲，Grab 捌甲中国的华为合作，可能阁会有资讯安全的疑虑。公平会是强调讲会依法来审查。 公平交易委员会伫6月中受理审议 Grab 要购并Foodpanda案件，外省产业工会拜三到公平会外口交定情书，因认为 Grab 若是甲Foodpanda合并，有可能牵涉到高占市场的问题，影响到外省的产业，嘛侵害消费者的权利。市场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店家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去单方面去做制定。那外送员有没有可能去少了其他的这个选择？ 就等于是我不管跑 A 平台或是 B 平台，但是最后面在控制我的还是同一间公司。工会指出 ，Uber 是 Grab 主要的股东，若是同意和 Grab 合并，真有可能规个外省市场拢会和 Uber 占去。另外，工会也指出 ，Grab 伫东南亚市场要和中国的华为合作，相关的软体有可能牵涉到资讯安全的问题。公平会也派官员出来接定情书，强调会谨慎处理。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 那在案件的审理之前呢，程序上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各方的利益跟各方意见的表达，但目前并还没有到达做出决定的阶段。公平交易委员会回应，目前也未到做出决定的阶段，会先整合各方的意见，要求业者做出相关的说明。另外，购并案嘛按照公平交易法的原则来审理，做出合法的决定。记者桂宗林、林巧凯台北报道。 来看台中有一个70外岁老大人，去年讲有银行专员推销伊买投资型的保单，也毋过落尾伊收到的保单是美金的零售保险。这个老大人指控讲，迄当时伊的身躯无现金，这个专员爱用储贷款来纳一档800万台票的保费，也毋过银行是声明讲并无这案。 民众到银行办理考察的业务，行员是无用得记者。不过，国泰世华银行这间分行有一名姓詹的李专去人投诉有关保护个别错误的保险。开贸易公司的74岁男性，原本是想要购买投资型的保险单，不过却收到美金的零售保险，而且当初现金无够，李专阁爱因贷款付保费。伊讲这恁咧借钱吼，用我来甲你操控会真好，但是我发现恁讲。 你有不动产无现金，后摆你嘛足危险的。有一个保险对你足好的。他当初就说，你借出来的钱我帮你做投资用，但是他讲的投资的5.5%固定利率，其实他都在骗我们的。 男性表示，去年1月，这个姓詹的李专一直甲鼓舞，这个保单会当节税兼投资，因为男性翁某想要投资嘛，相信这个李专，因为总保费将近5000万，每档保费就要800万，李专阁爱因用储贷款，因为当初认为投保率会好，就签约购买，结果收到保单了后，原本讲的6档期满就会当领回本金，煞变成过身才会当理赔，不过分行接到投诉了后，煞唔愿协助处理。 积极诱使陈先生以房屋贷款的方式来购买高额保单这已经明显违反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9条的评估义务。律师认为，以当事人的讲法，这名李专已经是不当招揽。不过，国泰世华银行表示，这个李专已经完成商品甲风险的说明等定书，嘛查无以管理权声伊投保，也是怪伊贷款购买保险的行为。因为每当这大条的保险加上贷款嘛需要还，但是认为负担正重。 保单满一档了后，就检验缴清。不过，一个算保额已经损失大约500万，后续将会向金管会保险局投诉。记者综合报道。7月24是国际自我照顾日，会选这日是因为一礼拜7天，一天有24点钟，拢应该爱重视家己的健康。
因为咱台湾社区的药局是真普遍咯。有一份调查说，迄是讲，敢若6.7%的人会去咨询药局的药师哦。所以健保署就呼吁民众，甲健康药啊相关的问题，拢会当先去问社区的药师。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个人平均的岁数是80.2岁，其中健康的岁数是72.5岁，代表民众平均有7.7年是无健康的状态。7月24是国际自我照护日，自我照护产业协会也公布一份调查，显示民众对社区的药局要是较切分，因为过去一年主动咨询过药师的民众，敢若51%。70%其实都不太知道说，其实非处方药应该要怎么选择，然后什么是非处方药。那其实就近到药局去询问药师是一个最方便的方法，也可以帮助你在小病痛的时候找到对的药，然后正确的吃。卫福部也表示，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慢性病真普遍，社区药局会当正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帮助民众提升自我照护的知识，延长健康余命，而不是让大家都是在生病就医。只是用药真的就是我们要透过药师指示，然后呢，社区药局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地方。那能够正确的使用这些知识呢，才有办法在健康势能里面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协会调查也发现，敢若6.7%的人会甲社区药局的药师当作头一个咨询的对象，所以协会伫7月24国际自我照护日进前提出呼吁，鼓励民众甲社区的药师当作是好厝边，互药局加做守护健康的第一线，真正互7月24自我照护日做到1礼拜7天，一天24点钟，拢会当重视家己身体甲心理的健康。记者桂玉记谢桂玲台北报道。教育部公布今年师德奖得奖的名单，全台湾有72个老师得奖。来看南投玻璃国中的蔡忠义老师，佮有营北国中的校长黄美玲，这两个人哦，拢是伫南投教册超过30档以上的老师。台湾的校园即马正试行无人机骹球比赛，这项结合运动啊，佮操作无人机的运动，嘛是南投玻璃的蔡忠义老师投注心力咧推动的。伊除了教学生啊无人机骹球比赛的规则，啊，佮无人机基础的飞行训练，伊强调哪算哪学，嘛鼓励学生啊去探讨科学，去参加国际的比赛，看外口的世界。一开始，互囡仔开始算，因为算上简单嘛。慢慢啊，对中内底去发现讲，我是安那背书人。我觉得学生有能力就可以出去外面看看。那其实我带着他们去往外面去探索外面的世界。南投营北国中的校长黄美玲嘛有同款的教育理念，伊讲学校打造做双语环境，嘛互学生啊学传统的人灵人师去国外来表演，鼓励学生学外国交流。AI 的时代，拥有国际移动力是未来的学生很需要的一项技能。那舞龙队去波兰、去荷兰、去国外展演，然后我们的学生跟其他的国家体育项目的交流，都是因为这样子的根基里面，造就了学生能够多元试探的能量。教育部公布今年师德奖得奖的名单，全台湾有72位教育者得奖，其中南投有2个得奖，不管是玻璃国中的老师蔡忠义，也是营北国中的校长黄美玲，两人拢投入教育界超过30档，嘛因为对教育的热情，互因摕到这个教育界相关应有的肯定。记者安秀南投报道。即马老师哦是真欠教育部修正师资培育公费助学金加分发服务办法，7月31开始实施。未来哦，公费生会有2届考教师资格考试的机会。也毋过，若分发了后，无依照规定服务满3档，也是放弃公费的资格者，要赔1.5倍的公费。为了应用小资女化，解决欠漏税问题，教育部甲师资培育公费助学金，还佫有分发服务办法修正煞。因为公费生需要地方有欠，教育部则佫请师培大学来招生。也若新的制度增加中央督备的制度，针对较欠人的科目优先培育。也若公费生佫较有春秋，包括第2摆教师资格考试的机会，多元语言能力拢会当试看卖。嘛，甲义务服务进修的限制取消。不过，若是做无3档就离开，就要赔1.5倍公费津贴。目前是用2阶段来切分，如果连3年都没有做满，那
那他就是必须要赔偿1.55倍的公费津贴。那如果超过3年的话，我们就是以领了多少年的公费去减掉他已经服务的月份来做比例的偿还。教育部表示，为着要平衡权利甲义务，重新调整公费赔偿的算法。也拿这个新的制度，台师大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吴翠君就认为，制度是放任啊，不过重点是老师入去偏向教册了后，更加需要支持甲陪伴。比方说他在教学上面，或在他在心理上面那需要一个扶持的时候，他需要有管道。然后来支撑他们这些在心理挫败的时候，或是在教学觉得无力感的时候的一个专业的配套。公费的师资培训新制度提供诱因，不过嘛甲赔偿提悬。7月底就起稿，教育部嘛表示，115学年度新进的公费生，还阁有伫咧契约期间内底公费生嘛会当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阳明交通大学43岁姓林的教授，7月14台师大洗身，警方讯问嫌犯是讲伊有幻听、幻觉等精神的状况，也毋过警方对伊的口径有疑虑，警方嘛表示讲会以杀人罪改移送地检署侦办。后退，刀子放下来，刀子放下来。警方提醒叫嫌犯导航，7月14伫新德市三明路这间音乐教室，姓林的阳明交通大学教授提到台师大洗身。警方到现场对嫌犯的骹腿开枪，嫌犯紧急送医，经过要1礼拜治疗，警方已经完成初步讯问。嫌犯讲家己有幻听幻觉，口径的内容也引起议论。他可能就是想要找一个理由，然后让别人不相信，然后让自己脱罪。应该不是他自己讲的算吧？其实他拿出他长期的就医证明啊，不要杀人才说自己有幻觉。可以脱罪的几率很高，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医院或相关机构可以去证明。警方表示，嫌犯讲家己长期有幻听幻觉，意识互人干扰，所以才做出这款行为。虽然警方认为嫌犯的讲法有变来变去的情形，但后续若有需要，也会交予医疗机关做精神鉴定。案件我们有做初步的厘清，那犯嫌的状况是恢复良好。那医生评估可以出院后，我们将会把这个犯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那目前尚在详细的厘清中。那如果有需要，会再委由专业的机构协助鉴定。警方嘛讲，嫌犯对待的时情绪稳定，讲话正常，有这款讲法，敢是为着减轻刑责，佮会厘清。等嫌犯对病院出院了，会照杀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彰化县的李林，2024年时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也倒啊抬死情某。今年3月，彰化地方法院是判伊无期徒刑，伊搁再上诉，昨后台中高等法院驳回，利息嘛是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2024年11月，彰化李林一位姓李的查甫人，因为房屋财产处理等等的问题，和情某发生冲突，竟然拿刀啊杀死情某。今年3月，彰化地方法院一审判无期徒刑，被告不服上诉，拜二台中高等法院宣判二审依持无期徒刑的判决。被害人家属委任的律师表示，这个结果也会当接受。他跟他弟弟都很担心，这个被告万一刑期又减少。将来假释出狱之后会找他们报复，希望法律能够维持给他们一个正义。根据检警调查指出，这位姓李的嫌犯长期有家庭暴力的行为，情某后来甲离婚，有申请保护令。这桩命案发生的时阵，受害者成年的查某囝甲未成年的后生嘛拢伫现场。社福团体就表示，其实亲目睭看到家庭暴力的囡仔嘛是受害者，应该要有独立的通报系统。台湾在目睹儿少的服务来说，需要主要照顾者同意，孩子才能够进入这个服务。在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会把焦点放在受暴的大人身上。目睹家庭暴力本身对孩子的影响就是一个伤害，很多的目睹儿少是没有机会进入服务的。社福团体指出，亲目睭看到家庭暴力的囡仔，心内创伤需要长时间的陪伴复原。除了呼吁爱建立完善的通报机制，嘛建议加强学校的辅导资源，量早提供受害者协助，降低家庭暴力留落来伤害。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宜兰东山一间林家厝昨暗火烧，消防队是救出一个38岁查甫人，伊规身躯有45拍的烧烫伤，导火原因搁会调查。
大火一直对内底传出来，消防人员布水线抢救。宜兰东山乡城路一栋人家厝，21暗时9点多传出火烧，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第2大队、几啊队分队前往拍火。平常这边是住谁啊？外佣制。大火那就是一间有咧睡人的人家厝，平常时是有台湾人甲外国人士咧出入。厝边讲无清楚睡人的背景，现场传出有人搁伫咧内底，消防人员赶紧冲入火场搜救。伫咧2楼找到一个38岁细龄的查甫人，规身躯有45%二度烧烫伤，意识无清楚，赶紧送医。他是隔壁到2楼去抢救，那不幸都是在这2楼后舍受困，经由我们人员搜救，把他找到，然后送医。因为这户人家厝出入复杂，消防继续搜救，加在真紧就确定讲无其他的人搁伫咧内底。火烧到9点46分拍火，烧掉大约50平方米，详细导火原因搁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要起大巨蛋的地址，经过2阶段的评选，今仔决定了要起伫树林运动中心附近的树林机场第5用地。新北市长侯友宜就指出讲，这个基地附近的交通真利便，第一时间内是当来疏散5万人，所以说来进行区段的定修，要拼5档来动工。从环境、交通、永续3个面向，26个指标。来做了一个择定，我们就择定了士林G5作为我们新北大巨蛋的落脚处。那未来很快，也许说兴建开始是5年，当然我们如果更快的话，也许4年我们就可以开始兴建。侯友宜表示讲，这基地附近有第65线国道3号甲捷运土城树林线 LG18站，有真利便的交通，会当真紧就疏散人潮。市政府会以 BOT 的方式来招商，由民间来参与兴建甲营运，并5档后动工，8档到10档内会当完工。再看高雄后眼溪伫18时有几啊栋的鱼仔冰岛，环保局本地是认为是天气上热，水欠缺上锁，也毋过扩大稽查所发现讲是附近的餐厅违法排放废油甲太过水，造成污染。环保局嘛已经处罚这5间恶质的业者。原来后眼溪油厂大排水域，互真侪鱼仔青笑死的凶手，就是大排附近店家放垃圾水。高雄市环保局这几天扩大调查，行中桥甲油厂排水附近做假的收车场等111间店家，结果发现有5间店家违规排垃圾水，分别是4间做假的，1间做长照的。做假的业者虽讲有用杂油槽，毋过无定期伫咧清，这互排放的效果变歹。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自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氢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外，并限期改善。几若千公斤的鱼青笑死，是臭甲袂偏执，互附近的居民偏暗暝赶紧走。负责护鱼仔的水利局就表示，这几天拢总互4800公斤的死鱼仔，水面已经有恢复。市机关白交因就讲，这已经是陈其迈市长任内后眼溪第2摆发生真侪鱼仔青笑死啊。头一摆是伫咧2021年4月发生的，嘛有5000公斤的鱼仔青笑死。议员就建议中央甲地方应该共同制定标准的程序，当水底上锁。无到每公升2毫克，就要随调整水闸门，才会当甲河川的生态保育、甲水资源管理拢顾到。我认为需要将稽查的范围扩大到上游，将每一笔水质检测的资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公布给市民朋友，才能取得大家的信任。环保局呼吁，即马热天时啊，水质变化会较紧，各行业业者都要落实污染防治。环保局基本的水质检验数据拢无异常，嘛已经伫咧后眼溪装4套即时监测的系统，24点钟拢监控。记者综合报道。高铁延伸到宜兰岸的综合规划甲宽屏拢已经通过，第单行政院核定，也毋过小党组成的台湾前进政线是表示讲，监察院调查认为讲这个计划有疑虑，因要求行政院要赶紧来回应监察院的意见，嘛应该要公开财务的规划。
高铁探究宜兰这个案是重大交通建设，目前综合规划甲环评拢已经通过，立旦行政院核定。由小党组成的台湾前进阵线拜三伫交通部外口开记者会表示，监察院伫今年5月有公布调查报告，认为这项计划可行性甲规划的天数拢有记录。可是它不应该去取代该有的程序。监察院已经说了，宜兰的高铁没有完整的可行性评估，甚至行政院都还没有立案。那这样的情况下，就进入了综合规划，甚至到了2阶环评。台湾前进电线指出，高铁探究宜兰这个案，工程费用3650亿，若搁加上30年的营运成本1735亿，总经费上无爱5385亿。因认为行政院就要先讲清楚计划整体经费甲财务规划，互民众了解。核定前必须要逐条的回应监察院调查报告提出的各种疑虑。第二，完成420公顷土地评估之前，不得扩大特定区跟提升容积率。第三，重新检讨高铁的路线、车站与特定区是否应该进行整体的环境评估。台湾前进电线表示，这个案件行政院还无核定就先送环评审查，嘛无甲地方好好沟通，这些问题监察院的报告拢有写着，要求行政院来回应监察院的意见，卖说明到底这项交通建设要开偌济钱。针对小党的批评，目前交通部是还未回应。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大家出版的《台语现代诗选》有105个诗人的诗，编者李美清是表示讲，诗拢使用教育部推荐的台语汉字加台语，搁再定编过，互一般的民众嘛简单看有台语诗。迄一日，海涌起圣地，出手将阿嬷的爱车落海底。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边，用目屎参与心爱的人讲话。甲爱伊寄托伫深海，这首收视海记是40多岁陈庭轩创作的台语诗，作品就收伫李美清编选的台语现代诗选内底。当年研究台语文学学者李美清，甲包括战争、出培火、落雨的诗，到2020年后，温玉桥的诗拢收伫新出版的台语现代诗选内底。希望创作者重新认捌台语诗的文学发展，定下一个成果出来，这嘛会当带动客语，也是讲原住民语诶母语的书写。刷来的台湾文学，咱讲导引高雄台湾的文学，就真正会当去甲大家讲，咱真正是足多样，毋是单一的语言。台语现代诗选拢总收录105位诗人甲诗作，用教育部推荐台语用字甲台路重新编修，降低阅读的难度，互一般读者嘛会当亲近台语诗。出版社表示，这摆重新编的诗选，除了经历100多年的文学发展，嘛希望互愈侪人了解台语文学有侪出色的作品。甲台语文学的历史重新展现，互大家看以外，嘛希望透过这3本文选内底所要表现的一寡价值观、审美的观点，认捌到台语文学到底是倒位厉害，吼，倒位水气。出版社进前嘛出版过台语现代小说甲散文，即马甲台语诗选上尾一个斗图斗起来，呈现台语文学丰富的背底，互读者看到累积100多年来台语文学的成果。记者郭志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台语流行音乐史有8档的历史，每一个人的心内拢有一条经典的台语歌。最近有一本杂志招大家来分享心目中上喜意的台语歌，那么做伙来听看卖。若会当推荐台语歌，你会拣倒一条歌呢？是对，还是足香？台语流行音乐史已经100年，成品注定在7月提案免费杂志推出台语歌足好算起话，足读者分享台语歌，嘛观察到台语歌定连接到唱卡拉 OK 的生活记忆，也有真侪听无台语的现象。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读者分享说，以前是因为听不懂台语，所以觉得台语歌很不好听，但是听到了这一首 Maybe， 然后他就发现还有这种轻轻柔柔的旋律，后来就开始喜欢，然后甚至会去研究歌词的意思。长期关注台语音乐的广播主持人也就认为，听无毋是问题，那因为歌好听，对台语产生兴趣，进一步去了解感受就会愈丰富。那因为听无对台语歌产生排斥，永远是受到社会因素甲特定偏见的影响。一寡人可能伊无遐介意韩语歌吼，韩国话感觉讲伊足差，就像伫原家嘛有一寡人因为过去各种的政策的关系，所以对台语歌有家己的误解。不过咱会使看到讲这几年，无论伫金曲奖啦，还是各种的场合，台语歌愈来
来愈青呀，所以我感觉这款会感觉是噪音的现象会愈来愈少。为着要让读者通看到台语音乐的多元发展，杂志嘛介绍真侪新世代的台语歌。主店感觉音乐是接触台语真好的入门方式，尤其台语已经变做要识到的语言，使人感觉稀微。伊嘛认为推广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台语歌就是一个锁匙尔，咱到底是要拍开什么世界，然后要连起什么什么时代。然后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是看咱会当提供什么材料。然后新品做册店来讲，阮是足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入来册店里面找。主店行销总监表示，台语的读甲写对真侪人来讲有难度，听甲讲是多数人开当接受的。未来继续透过瓦塔民众生活的方式，让愈侪人接触台语的文学甲各种创作。记者刘长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台湾的山药外销到法国，一粒是卖到2000块的台票。顶礼拜哦，阁有700公斤的山药外销到英国的伦敦，一粒也卖到700-800块的台票，嘛是随抢了了。这间是英国唯一的台湾超市，就伫伦敦西南，旧年拢伫伦敦上贵的房价区之一的利奇门。店的中央上显目的所在。放3粒拄啊为台湾空运到位的甜蜜蜜往来，一粒差不多台票1300块的贵妇性价值电视。冰箱顶站是放即届的主角台湾酸呀。1月6号的时候采收，然后7月7号上飞机，7月8号就到店，所以我们从7月8号就开始配送给大家，然后跟在店里贩售。那目前的量就是大概剩2箱。顶礼拜拢总700公斤200箱的台湾酸呀飞到英国，其中以购量有180箱，伫店内20箱现货，一粒卖差不多台票736块。头一摆食台湾酸呀甲往来的英国消费者嘛真捧场，有人试食一喙往来，都规箱拢买去。其实我们这边有点像里长办公室的那种感觉，就是干妈店小小的，然后大家会很喜欢在这边聊天啊，不管有没有买东西，他就是走进来，然后跟我们聊个几句啊。台湾酸呀成功伫英国的市场试水温，业者表示，即马都欠一个大型的仓库来维持供需平衡。一个进口目标是中秋节的文旦油。公司国际记者洪雅芳，英国伦敦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